每周五優惠又嚟啦！今個星期帶嚟郵輪水上樂園 Navigator of the Seas， 港幣2800蚊起，全包玩轉星馬泰。Navigator of the Seas 擁有全球最長嘅海上水上滑梯，長達244米，帶嚟刺激嘅滑行體驗，亦擁有最刺激嘅頭朝下滑水道，衝浪模擬器，你模擬真實嘅海浪，再加上海上冰上溜冰場，真係一次過滿足晒郵輪海上多種體驗。除咗豐富嘅船上娛樂設施，亦都提供多元化嘅餐飲選擇，舒適嘅住宿環境，結合海上冒險同休閒享受嘅理想之選，非常適合愛冒險挑戰嘅年輕人、成年人同一家大細。今次繼續有2個抵玩精選航線推薦，第一個由新加坡出發去檳城、布吉島，再返新加坡，2800蚊起。第二個比起頭先嘅多咗羅浮交易，而價錢亦都係多咗少少，3600蚊起。而活動由6月15日去到6月22日，僅限1周，名額有限，售完即止。快啲 DM 我哋或者上 polytrips.com 查看所有優惠啦！